我學嗰個按摩呢，為我最有用同埋最有效嘅呢，就係按摩呢個位置。按摩嘅方法就用你嘅手指公喺左手尾指同埋第四指之間嗰個罅隙，由下去推上去，多啲去做，保證你係能夠保持心臟嘅健康。我記得喺90年代嘅時候，我跟陳欣健嘅媽媽，佢叫做人哋叫佢做陳媽媽，就學過呢一招。因為我上佢個堂，咁我講俾佢聽，我話我有少少心律唔正常，有心悸，咁於是佢捉住我隻手就摸我呢度，咁跟住佢叫我，你經常按摩呢個地方咁樣按摩慢慢你就會有感覺㗎啦。咁於是我就照做，我由90年代一直做到今日，我嘅心臟我感覺係健康嘅，係冇心悸呢種或者心律唔正常。